牧师讲道。夏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主爱管教生命恩典。亘古直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看待千年如已过的昨天，又如夜的片刻，你叫世人归于尘土。求你指教我们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未曾生出，你和世界未曾造成，亘古直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主啊，你看待千年
好的，我们掌声赞美主，谢谢泽荣小组。摩西的祷告真的是一